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尤伯牧师。今天6月4号，我们要分享的是决定归回。我们要读路得记第1章6到9节。先来读今天的金句，耶利米哀歌5章21节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来念：上主啊，求你使我们回转归向你，求你恢复我们昔日的光荣。是什么原因促使拿俄美他决定离开摩押，要归回伯利恒呢？有一天，拿俄美他听说上帝眷顾赐福自己的百姓，他赐粮食给他的百姓，所以他想，丈夫和儿子都死了，留下婆媳3人都是寡妇，不如自己回老家去。于是呢，就和2个媳妇离开摩押，他们打算要回到犹大地。可是来到半路，拿俄美因为疼爱2位媳妇，他们还年轻哦，他也感谢他们对这个家庭的忠诚，以及在困境当中依然对拿俄美不离不弃的恩情，所以他下定决心不让儿媳妇跟着自己回去故乡受苦。所以呢，拿俄美他就劝告2位媳妇，你们回娘家去吧，再去找个好人家结婚，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。他并祈求上帝来赐福给他们。拿俄美他不想自己自私，留下儿媳来陪伴他终老。虽然自己面对艰困的生活及没有盼望的未来，但是他却为着他们的未来着想。按当时的习俗，一个女人的丈夫若死了，可以选择留在夫家，或者是先返回父家，然后再嫁。这种婆媳之爱实属难得。拿俄美决定独自一人踏上归回之路，是因为他听见自己所信靠的上帝眷顾他的百姓。当上帝来眷顾，这个眷顾原文有拜访的意思。他的拜访若不是来刑罚或是惩罚，就是带来赐福。所以拿俄美他认为伯利恒之所以有粮食，完全是因为上帝赦免人，怜悯并赏赐给他们粮食。感谢上帝，当拿俄美失去了人的倚靠，失去了人的盼望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还有一位上帝，一位怜悯他、赐恩典给他的神，可以依靠他，因为上帝是人的盼望。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，耶和华保护寄居的，扶持孤儿和寡妇。这是在诗篇的146篇第9节。然后他又说，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，做寡妇的伸冤者。诗篇68篇第5节。现在拿俄美听见了上帝的声音，听说上主眷顾他的子民，使他们有好收成。这是他复兴的起点，也是蒙福的开始，就是听见上帝的话。可惜呢，当时
拿俄美和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忘记了上帝的话，也忘记了他们的祖先在埃及的经历，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，上帝也这样眷顾他的百姓，如同经上所记，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，鉴察他们的困苦，就低头下拜。出埃及记第4章31节。因此耶和华便借着他自己大能的手，白天用云柱，夜间用火柱，来引领他们离开这为奴之地。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的13章21到22节。直到如今，我们看到拿俄美才有这样的一个看见，上帝是如何的来祝福他的自己的百姓。拿俄美经过10年以后才明白，他的国和他的家所遭受的都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那里施行管教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，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，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，他们便极其困苦。这是在士师记的2章15节所描述，因为以别的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诗篇16篇的第4节。然而希伯来书却说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希伯来书12章11节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一念之差已经时隔10年，他白白浪费了这宝贵10年的光阴。拿俄美虽然听见了上帝的声音，也看见了上帝的祝福，但是如果他不起行顺服上帝的旨意，仍然得不到祝福啊。拿俄美虽然因为胜不过环境一时软弱而从上帝的恩典中堕落，但是他让人迷途知返，就好像浪子回头的故事。约翰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约翰一书1章9节。因为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彼得后书3章9节。这些上帝的话都在提醒我们，他在等待我们归回转归向他。我们来默想，拿俄美为什么要归回犹大伯利恒城去呢？当他愿意回转归回时，你认为上帝会如何对待他呢？从他身上你有学习到什么样的信仰功课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上帝，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因着你的怜悯，当我们愿意悔改承认我们的罪时，你必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祈求主赐给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你的心志，使我们恢复昔日的光荣与福分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订阅并给我们鼓励与代祷。我是尤伯牧师，祝福您在疫情的当中有平安、
有健康，有喜乐。我们下次再见。